早晨啊，咁多位，2025年嘅11月6號星期四啊，嚟到奮鬥嘅一天啊，咁啊唔係淨係今日奮鬥嘅，日日都要奮鬥啊。咁啊，今次咧繼續同大家睇下啲香港新聞、香港消息啦。咁啊，講耐之前呢，先睇一睇今日嘅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咁啊，天文台預測啊，今日就漸轉多雲啦，早上市區咧最低氣溫大概係23度，咁啊新界咧就再低2-3度啊。日間咧就短暫時間會有陽光噶，咁啊最高氣溫咧就27度，咁啊稍後咧會有1-2陣嘅微雨，咁啊吹和緩至清勁嘅東至東北風，咁啊離岸咧及高地間中係吹強風噶，咁展望咧星期五啊會多雲嘅，有機會有啲雨添啊，週末期間咧大致天晴啊，咁啊氣溫咧就會升翻啲嘅，會暖翻啲嘅，咁下個禮拜初咧就中期嘅風勢會比較大啲啦，咁啊天氣會稍涼，咁大家就留意翻啦。好啦，咁啊睇睇今日有啲乜嘢新聞要跟進。咁咧有個牛頭角啊，就有間幼稚園啊，個3歲嘅女童咧腹部啊有瘀傷啊，警方咧經過調查之後咧拘捕咗27歲嘅幼稚園教師啊。咁啊據講啊，呢個教師咧係女童嘅班主任，話學校應該就係最安全嘅地方啦，係咪？老師應該要對啲同學啊、學生啊係愛護有加。點解呢個女童會受傷呢？同大家跟進呢個消息啦。咁啊，另外咧就屯門嘅咖啡灣有個年輕人咧俾人遇劫啊，即係打劫啊，咁啊結果咧就搶走咗個銀包，唔見咗成千蚊，哇！光天化日之後啊，清晨5點鐘俾人搶喎，咁早起身嘅咩啲賊？咁早起身你翻工啊嘛，打劫。咁另外咧就劉家良嘅骨灰被盜啊，咁啊退休警官咧推斷啊，本地咧有同黨啊，啲贓物咧就放咗喺個山頭裏邊咧，再向呢個翁靜晶嘅勒索噶。咁啊同大家睇睇呢個消息啊。咁我啊睇咗即係成個翁靜晶嘅嗰一集嘅節目啦吓，咁啊睇到都好心酸嘅，真係，唉，真係我都。但係咧，我想講咧，翁女俠咧，佢裏頭講呢一番說話咧，我覺得相當有意義喎。呢個陣可以同大家補充下。咁啊，另外啦，就又有騙徒出嚟扮劉德華喎，扮劉德華係啊。嗱，之前有一個啦，東張西望睇嗰個70幾歲嘅嗰個婆婆啦嘛，係咪就俾人呃咗啦？咁啊，今次又有阿婆俾人呃啊。咁啊，今次呢個阿婆80歲嘅就俾一個話自己係劉德華嘅人咧就呃咗錢咯。咁啊，結果好似呃咗12萬啊！唉，慘啦呢個啊，同大家睇睇呢個新聞啦。咁啊，仲有咧沙田一間公營小學咧嘅校內嘅一個考試咧，准許啲學生哥啊用簡體字。咁咧就佢哋有個通告嘅，佢話咧為內地背景嘅學生咧提供啊更加友善嘅環境。咁啊，教育局咧就話嘅嚇，咁啊睇情況咯嚇，睇下學校嗰個情況啦咁樣。咁啊用簡體字喎，香港喎呢度同大家睇睇呢個消息啦。咁仲有啦，就公立醫院嘅遺體存放咁啊免費將會變成收費啦。咁啊同大家睇睇嗰個收費幾多錢咧？點計咧研究一下啦。今日啲新聞都幾好喎，唔係嗰啲即係意外嗰啲即係令人好心酸嗰啲新聞喎。咁啊都幾值得討論嘅啲社會話題啊。慢慢同大家一齊睇睇啦。好，先睇一睇咧，就都係睇一宗嘅心酸嘅事件啊。咁咧就發生喺11月5號嘅上晝10點鐘啊。有一個女人報警啊，話咧10日前啊發現自己咧就3歲嘅孫女咧嗰個腹部個肚嗰度咧有啲嘅瘀傷啊。咁啊懷疑咧曾經係被人咧受到啲不恰當嘅對待。咁啊了解咗之後咧就懷疑啦，會唔會係幼稚園個老師造成嘅咧？咁啊結果佢就去到牛頭角下村呢間幼稚園嗰度咧就查問下。咁結果咧最後就報警處理。嗱，警方隨後咧就到場咧係拘捕咗一個27歲嘅女職員，咁啊涉嫌咧對所看管嘅兒童同埋少年咧一啲嘅虐待同埋忽略。咁啊懷疑咧佢曾經咧喺呢個嘅幼稚園嗰度咧就係襲擊呢個小女孩啦。咁啊結果就拉咗呢個嘅即係老師啦。咁啊據講呢個老師係個女童嘅班主任嚟嘅噃。但係嗱，呢個問題佢話咧。報警嗰個女人咧就話10日前就覺得個孫女個腹部就有瘀傷啊嘛，咁點解10日後你先去幼稚園嗰度查問呢？唔係定係還是佢起初以為個孫女係撞親，但係去到後嚟咧又發覺個瘀傷成10日都未散喎，話若果10日都未散就好誇張喎。點解會隔咗成10日先去了解同埋報警啦？呢個係奇怪話咁啊，但係有待咧就警方調查啦。好啦，另外咧就屯門咖啡灣有個嗰個泳灘嗰度咧有個25歲嘅年輕人咧喺清晨嘅5點鐘就俾人咧就打劫，結果咧就搶走咗個銀包裏邊係有1000蚊嘅現金噶。
咁啊，警方啊到場嘅時候咧，就正係即係調查呢件事件啦。咁啊，正係追緝一名啊大概係1.7米身高嘅涉案嘅一個疑犯。咁啊，案件咧交由元朗警區咧就係調查隊跟進啦。咁啊，事主咧當時嗰個額頭咧係受傷嘅，咁啊送院咧治理，咁啊清醒㗎，冇乜大礙嘅，即係可能啲皮外傷咁啦。咁啊咁早打劫啊，清晨5點鐘係嘛？呢啲賊人你咁早起身，出嚟打劫，你揾份工啦嘛！真係呢個我成日都講，好似清晨打劫唔係第一次噶啦吧？之前我好似報過一次啊，係蝴蝶灣啊，好似係嘛？咁啊又係有朝頭早清晨喎，俾人打劫喎，咁早起身打劫係嘛？唔係啊，唔係咁早起身啊，我未瞓啊，可能咁啦。哎呀，即係你呢啲咁嘅搞咁多嘢，1000蚊啊，真係咁啊！警方睇下會唔會拉到人啦？咁啊，另外咧都係傳承咧一個熱話啦，亦都係即係人神共憤嘅一個消息啊！咁啊，呢個盜竊骨灰嘅集團咧喺沙田寶福山咧就偷走咗就已故導演啦劉家良嘅骨灰啊！咁啊，呢個嘅盜匪咧係嚟自咧內地、柬埔寨等即係一啲嘅東南亞國家噶。嗱，消息就話咧呢啲嘅匪徒咧作案嘅手法咧係將偷翻嚟嘅骨灰放咗喺附近嘅山頭，然後就向人哋勒索啦嚇。咁啊，今次都係一樣啊，即係都係偷走咗你嘅骨灰，然後就向你攞錢。咁啊，根據咧翁靜晶咧就都提到噶，佢係都俾人勒索噶。佢據講咧話個數字係天文數字，大家可以睇翻即係翁靜晶嗰個嘅即係嗰一集嘅節目啦。咁啊，有啲退休資深嘅警官咧就估計啦，就聯絡咗寶福山進行勒索嘅匪徒咧，可能係另有其人啊，並非係一啲嘅盜匪，亦都唔排除啊係有本地嘅同黨係參與啊，都係嗰句翁靜晶嗰一集咧講得好清楚嘅，大家可以睇一睇。南韓濟州市咧就有一座嘅寺廟咧喺今年嘅2月24號嘅凌晨咧都曾經發生一啲嘅盜竊骨灰嘅案件。咁啊，2名40幾歲嘅中國籍男人啊闖入啊偷走咗6個嘅骨灰盅，分別咧就藏喺5公里以外嘅一個山上嘅地方。咁啊，當日咧早上就離開南韓，經過香港前往柬埔寨，然後咧喺寺廟其後咧就收到一啲勒索嘅影片啊。咁啊，匪徒咧就表示啦，如果要攞翻個骨灰盅，就必須要俾200萬美金，折合港紙1560萬。咁啊，當地嘅警方咧就接報後咧就出動大概40個人咧就上山去搜索。咁3日之後咧就揾翻呢啲嘅骨灰盅。咁啊，亦都發出一啲嘅國際刑警嘅組織通緝令啊，就追緝呢啲嘅匪徒。好啦，咁啊，今次呢個寶福山嘅骨灰盜竊嘅事件係唔係同即係南韓呢啲嘅即係盜竊骨灰嘅集團係有關呢？嗱，警方咧仍然係調查緊嘅。咁但係啱啱提到啦，就有資深嘅警官就話啦，境外嘅匪徒咧，其實你嚟到香港都人生路不熟噶嘛，亦都未必知道邊一個係名人，邊個係富豪嘅。咁啊，案件咧唔排除可能咧係同本地人係有關嘅噃嚇。咁啊，都係嗰句啦，翁靜晶嗰集咧講得好清楚。咁但係咧，我想補充一點啊，翁靜晶女俠咧就佢講有一 part 咧，我覺得講得好好啊。好到不得了，咁啊大概講個意思啦，就即係話咧，劉家良師傅走嘅時候70幾歲啦，咁啊而家翁靜晶個女啦都移咗民啦，咁佢自己翁靜晶自己都年紀都大啦，佢亦都話佢唔能夠永遠都係不停咁樣拜祭佢啊，供奉佢啦。咁譬如話劉家良師傅嘅徒弟，可能有啲嘅昔日同佢合作過嘅一啲朋友啊咁樣，咁可能年紀都大啦，行步路咧都有啲難度喎，都總有一日咧唔能夠再去拜劉家良師傅，係嘛？咁啊有一日咧，劉家良師傅個墳咧就會變成孤墳嘅咯噃，係嘛？咁既然係咁啦，佢覺得因為呢件事盜去咗骨灰，可能都可以為呢件事就叫做畫上一個句號啦，咁嘅意思。咁啊講得好好喎，我啊相當同意呢番説話喎。即係真正要去悼念或者紀念一個人啦，係咪擺喺心裏邊噶嘛？係咪無時無刻我都要諗起佢嘅喎？唔使我一定要拜佢噶嘛？係嘛？我自己嗱呢個我自己諗法啦，我成日覺得拜呢樣嘢咧，係咪俾啲在生嘅人睇㗎？係嘛？即係你睇我咪好，仲係好孝順先，係咪仲係好鬼長情先？即係咁啊！其實講真，你真係對嗰個先人啊有一個諗法，有一個心啊，你無時無刻都可以諗起佢㗎，係嘛？唔使特登搞大壇嘢，買好多嘢去燒啊，去拜㗎嘛，係咪咁樣㗎？我翁靜晶內合到佢都話，我走咗咧，第日你唔使搞喪禮嘅，你嗱嗱聲將我可能捐贈器官又好，搞掂完，跟住之後就可能係火化，然後就將啲骨灰就即係灑落去個大地嗰度咁樣。唔係，我覺得好好啊，我真係好同意。我若果我走咗咧，唔使幫我搞喪禮啦，大家久唔久記得我就得㗎啦。係啊，真係呢啲即係將個火化，然後將啲骨灰灑走佢，滋潤翻大地，係嘛？一樣係
更加有意義啦，係咪？得到令到第二啲生命得以繼續延續啦。好啦，咁啊，另外咧就哇又有騙徒啦出嚟啦，呢個騙徒咧又出嚟扮啦劉德華喎。咁啊，大家可能會話：咦，唔係之前講咗咯？唔係啊，呢個新噶，第二個人嚟噶啊，即係唔係應該咁講，係第二個受騙者啊嚇。嗱，有警方嘅話嚇，受害人咧就有一個80歲嘅婆婆，咁佢早排咧就收到一個假冒劉德華嘅 WhatsApp 信息，對方就同佢講啦：自己咧而家我喺加拿大啊，其實咧我係華仔嚟噶。我應承過你哋我會唱到80歲嘅。不過我而家咧就急住咧要啲錢去周轉，可唔可以幫我買啲 iTunes 嘅啲嘅禮品啊？嗰啲嘅禮品卡俾我啊咁。咁啊結果咧呢個婆婆咧咁啱喎，佢真係劉德華嘅資深粉絲咁，因為咧就覺得哇，劉德華揾到我幫手喎，梗係要幫手啦。結果喺5個月嘅時間裏邊咧，共係購買咗44張嘅 iTunes 嘅禮品卡。咁啊，同對方咧就講埋啲兌換碼俾人哋聽啊，結果咧俾人呃咗12萬。婆婆點解會咁噶？睇多啲東張西望啊嘛！喂，日成日都報噶咯呢個，咁都總。嗱，警方呼籲啦，男女老幼都有機會咧成為騙徒嘅目標噶。咁啊，市民咧應該要多啲關心身邊嘅親友，尤其係啲老人家。如果見到啲老人家咧成日望住個電話，頻頻喺度過數咧，咁啊需要咧就格外留神啦。如果有懷疑咧，除非係官方嘅機構查詢之外啦，咁亦可以咧去到即係警方嗰啲守護者網站防騙視伏器嗰啲 app 啦，就即係去評估下個風險啦，咁樣嘛。即係避免俾人呃啦咁。唉，真係又扮劉德華嗰啲真係嘛，真係橋唔怕舊最緊要受啊，真係。咁另外咧就網上咧熱傳喺沙田咧有間公營嘅小學發出一個特別嘅通告表示批准校內嘅測驗同埋考試咧可以用簡體字作答。咁呢個通告嘅解釋點解有呢個安排呢？就係特登咧為咗一啲嚟自內地或者有內地背景嘅學生咧，等佢哋可以用呢啲嘅簡體字啦，更加提供個完善嘅評核環境同時亦都令到就係本地嘅學生咧有機會認識2種嘅中文書寫體系。話涉事嘅沙田官立小學咧，今日接受傳媒嘅查詢咧，佢就話啦，咁校方咧一向係致力營造共融公平嘅學習環境，咁希望咧能夠照顧到咧學生多元化嘅學習需要。咁咧就本校咧尋日發出嘅有關就係嗰啲2至6年級嘅測驗啦，或者考試咧都可以用簡體字嘅呢個通告咧，佢哋話啦，我哋係接受學生使用規範嘅簡體字為本校嘅決定咁主要咧係出於對學生嘅福祉嘅考量並冇意圖以簡體字取代繁體字。話呢個我要開一集講嗱，我講一講我自己感受啦，呢個費事講咁長啦。我覺得咧我反對用簡體字你嚟香港讀書啊嘛，係咪咁你嚟香港讀書，香港係用繁體字嘅係嘛，咁咪應該要用翻繁體字嚟學習考試測驗做功課咯，係嘛？我嘅諗法就係咁啦。當然啦，我明白噶簡體字嘅出現咧就係為咗解決當年我哋祖國嘅文盲嘅問題嘛，係咪？好多人唔識字，咁令到啲字簡單啲多啲人可以識字咯咁。但係時代都發展到今日啦，幾十年之後咯，係咪應該將嗰啲字慢慢變成繁體字呢？係嘛？喂，我覺得呢簡體字呢係將我哋中華民族嘅文化呢係嚴重摧毀即係你大家讀過書漢字的結構呢，每一隻中文字都係博大精深噶嘛。點解呢個字會咁寫呢？係嘛？點解個愛字中間有個心字呢？我哋攞個心出嚟去愛啊嘛。每一個中文字都有意義噶嘛，係嘛？咁你將佢簡化咗，咁變咗個中文字就冇咗個意義嘅。所以我覺得呢，你嚟香港讀書，咁當然歡迎啦，係咪？咁好多學校都要諗呢個方向噶啦。如果唔係，你就殺校噶，即係咩學生都要收啦。咁但係嚟得香港讀書，應該要繼續用翻繁體字啊嘛，保留翻呢個文字嘅文化啊嘛。呢個我即係我嘅睇法係咁啦，睇下大家有咩意見啦。咁另外啦，就公立醫院嘅殮房咧，明年啦，即係2026年1月1號起咧，將會由現時免費改為收費即係咧以前擺個遺體嗰度咧就唔使收錢嘅，嚟緊都係收錢啦。咁收費表咧就曝光咁亦都引嚟咧好多人嘅爭議有網民咧認為啦，如同咧就自提點嘅模式咁點收錢呢？嗱，咁佢又話咧就新收費嘅安排啦，就會由遺體傳入當日起計
頭3日唔使收錢，第4日咧就第4日開始啊，就每日收100蚊。如果啦你都仲未領取呢個先人嘅話咧，就繼續存放到第18日起咧，每日就會收費200蚊。咁啊去到第34日起咧，每日嘅存放費用咧就係去到550蚊噶。哇！咁啊即係同嗰啲自提點一樣咯，係咪？即係自提點咧，如果你上網買咗嘢，咁嗰個產品即係嗰個貨品咧，去到嗰個自提點嗰度咧，你唔記得攞，你去到第2日咧，佢係收你錢噶嘛，收可能10蚊，第2日可能係30，第4日可能50咁樣嘅。咁而家個情況係一樣啦，係嘛？你唔拎翻個先人啊，咁啊加錢噶咯噃，100蚊、200蚊、550蚊咁樣加嘅。咁啊實情啊得唔得咁做嘅咧？嚇就確實咧，而家香港嗰啲爐咧嚇，即係嗰啲火化嗰啲爐咧，其實嗰個檔期好緊張喎嚇，即係咁有時未排到個爐，咁你又真係企喺度啊嘛，咁你個先人點搞？咁啊唯有擺咗殮房度咯。咁你而家收錢會唔會對一啲基層嘅人咧形成一啲嘅壓力咧？係嘛？咁係咪即係逼佢哋嗱？而家要收錢噶啦，咁一係你自己拎翻屋企，不過擺喺雪櫃咁樣唔通？係嘛？呢個我覺得奇怪喎。咁啊，收費合唔合理咧？咁啊嗱，講真，佢話第4日開始先收100蚊一日啊嘛。咁啊，去到第18日起先變成200蚊，即係話咧第4日去到第18日即係14日啦。咁即係最多都係1400蚊度啫。咁你話咪即係好多又唔係嘅。咁但係有啲人係窮起上嚟，真係千幾蚊都未必拎到啊嘛。個爐又未必排到，咁啊可能有冇啲資助嗰啲可以幫到啲基層嘅人咧？啊，呢個可以研究下喎。咁啊，另外啦，就睇最後一單啦嚇，就即係全城嘅熱話啦，就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JPEX 咧有新嘅進展啊！警方咧將會落案起訴16個人嗱，消息包括咧林作、陳怡，咁啊警方咧喺2023年咧展開拘捕行動啊，咁啊嚟到2025年嘅今日咧，總共啊拘捕咗80個人，咁啊嚟到今次咧正式係落案起訴16個人啊，當中咧係6名嘅集團核心成員啊，咁啊以及一啲嘅網紅啊，或者啲傀儡戶口嘅持有人啦，咁啊警方亦都鎖定咗咧就係以潛逃海外嘅2名主腦同埋1名骨幹成員嘅身份，咁啊希望咧就透過國際刑警啊發出一個紅色通緝令啊，咁啊今日咧就應該會上庭啊，林作咧呢個應該就會相當墟冚噶啦，我相信嗰個場面。咁我自己都做咗一集嘅嚇，咁啊關於呢一個即係 JPEX 案啦嚇，咁亦都提到咧就我對林作嘅一啲嘅睇法嘅，咁有興趣大家都可以收聽翻啦。好啦，今日分享跟進到呢度啦。臨走之前留言討論下你自己睇法啦。最重要係讚好廣播，訂閱到頻道。下期俾我哋再傾過啦，拜拜。